来继续来看南投埔里一个国小6年的小男童，骑一台新铁马，才买3个月，常常这个铁马前轮泉凸起，小男童拍落涂骹，摔断一起的头前起。即摆这个原厂甲卖铁马头家拢无愿意负责，囡仔妈妈向消保官来申诉，嘛无摆除要提出告诉。 读国校6年这个姓陈的查甫囡仔暗时拍完篮球，骑脚踏车要转去时，来到路口，脚踏车的前轮煞雄雄离开车身，这个囡仔阵呢摔倒在地，这时前轮还伫链。这个囡仔忍痛勉强骑起来，不过跋倒当时门牙已经摔断去啊，当场一直流血。 那个轮胎从那里飞到这个铁皮这边，小朋友整个重摔，整个小朋友重摔，脸去着地，牙齿整个门牙是撞断的状况，然后整个脸部都擦伤。做伙拍球的囡仔赶紧过来关心，并且替将落去这个门牙捡起来。家长随将囡仔送去病院，虽然讲门牙已经有斗好啊，不过这个囡仔有阴影，唔敢搁骑脚踏车。囡仔老母讲，这台脚踏车6月时开7200块加车行买，虽然前轮有快贴的装置，不过因唔捌叮当过。调监视器嘛，确认讲意外发生自用脚踏车，无人当过。 原厂总公司他说，他今天这个东西他是给经销商去做负责组装的动作。你像我现在给它打开，我这样它也不会掉。它都骑行的情况下嘞，也不会。我这样摇就不会掉了，何况是你在骑的过程中。对啊。前轮会跑出去，比较大的几率就是可能快拆松了因为东西公司还没看到，所以我们有先约，这周4要过去看视频了。 家长甲原厂以及车行反映，这到底是脚踏车零件有问题，还是做的过程有问题？因已经向消保官申诉，并且决定要告业者过失伤害，找出真相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